嘛是民生，这是顶礼拜本土天9日，各有5个人死亡。今年病例数已经有18000多例。严格一管数是有测讲，今年上严重的时阵已经过去啊，因为已经连续3礼拜病例数拢在降。另外，第流感的部分，顶礼拜是新增加23个重症，其中有2个是囡仔，上细汉的才1岁尔，发病3天就带入去加护病房。 最近流感等等，感染呼吸道的病毒是真猖狂，去诊所，互医生看的人是甜一甜。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全台湾门诊甲急诊类流感就医的人到81000人次，流感死亡的新增加9例，流感并发重症的有23例，死亡个案拢是60岁以上的侪岁人，重症的有2个囡仔，其中南部一个1岁查甫囡仔发病3天就并发肺炎，目前还在插管伫加护病房。 肺炎的这个状况比较严重，有甚至导致到这个呼吸衰竭，所以就是插管啊，入住加护病房去治疗。另外，天9日的疫情嘛，还伫流行期。顶礼拜全台湾新增加1745个本土天9日的病例，而且新增加5个死亡的个案，拢是70岁以上的侪岁人。累计今年本土天9日病例数有甲18000多例。疾管署推估，今年疫情高峰已经过啊，而且已经连续3礼拜降低，本土天9日一礼拜确诊的人数。 11月初可能会当降到1200例左右。今年累计有18829例的一个登革热本土确定病例。那我们预估在11月初，在11月中旬的时候，登革热可以减半到每周为1200例的一个病例。疾管署提醒，秋天甲冬天是新冠病毒、甲流感病毒等等呼吸道病毒真活跳的季节，呼吁有符合资格的民众都要赶紧注公费流感、甲新冠 XBB 疫苗，来提升保护力。 累计到23为止，流感公费疫苗已经注302万剂起啊，新冠 XBB 疫苗有34万人已经注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